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Hunter，開始今日嘅復盤同大家講下我依家嘅戶口嘅倉位情況，就係港股部分差唔多打和。其實相對於依家個行情嚟講，因為今日其實指數係暴跌噶嘛，咁其實我港股部分係打和咗，都唔係有太大嘅回撤。咁美股部分回撤會大少少，但係美股都 OK 嘅，因為之前贏得比較多嘛，而且倉位比較重，所以回撤多少少係可以接受嘅，都係有1倍以上嘅盈利嘅。總的嚟講，咁其實我成個戶口嗰個盈利都係唔有受太大影響，主要係因為我做啱咗兩件事嘛。一個我係港股部分，我係有恒指個熊仔嘛，咁之前講過嘛，上個禮拜講過個有熊仔，咁上個禮拜其實我只認咗部分啊嘛，咁仲剩低少少，剩低少少都可以對沖嘛，因為熊仔佢係槓桿係比較大嘅，所以講係對沖得比較多嘅，所以對於港股部分個戶口係唔有太大影響。咁仲有一個就係我依家係覺得比較中意用嗰個反向槓桿 ETF， 就好似我講港股部分我係持倉嗰個7709噶嘛，7709海力士嘛做多嘛，但海力士佢冇反向槓桿，但係三星有嘛，其實都差唔多嘅，兩個都係差唔多係半導體啊嘛。咁韓國南韓嗰股市係比較影響比較大嘅，所以我做咗個反響嘅三星嗰個槓桿 ETF 對沖咗，即係7709跌咗，但係我做空三星嗰個升咗，成個戶口嘅其實係打和嘅，再加上我有恒指個熊仔嘛，其他啲倉位都唔重，其他啲個股倉位都唔重啊嘛，所以影響唔係好大，打和咗。咁其實我依家係覺得反向 ETF 嘅話，對於大家嚟講係需要學習用嘅一個工具。其實我覺得對於普通人嚟講，佢會比期權會更加好，因為期權嘅話講實話有少少複雜嘅，特別係美股你期權佢係做短線噶嘛。咁你冇時間盯盤，你因為夜晚嘛，你冇時間盯盤，你肯定用反向槓桿 ETF 仲好啲嘅，係咪先？就好似期權佢係咁嘅，就好似我上個禮拜講嗰個策略係雙買嘛，一邊買 call 一邊買 put 噶嘛，咁行權價係一樣嘅，行權價係當前價，即係平值嘛，平值嗰個波動率嘅敏感度係最高噶嘛，佢個加碼係最高噶嘛，但係呢，你一旦大升咗或者大跌咗，咁你有一個方向，其實佢離嗰個行權價係軟咗啊嘛，佢當前價係你行權個價軟咗嘛，所以講呢個你唔及時平倉嘅話，其實你個敏感度係不對稱啦嘛，之前係對稱噶嘛，大家都係買相同噶嘛，係咪先？大家都係買相同嘅行權價，咁你有一方面係變咗之後，你唔及時平倉，其實佢係不對稱咗，所以講反向槓桿會好啲嘅，用反向槓桿對於初學者嚟講會好啲嘅，係反向槓桿呢方面。咁再講下依家行情情況咯，依家行情情況係好明顯調整咯，咁調整主要係因為上個禮拜博通嘅業績係雖然講業績係好嘅，但係嗰個預期指引 AI 方面業務預期指引係唔好，所以引起大跌。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借口嘅，係咪先？係一個借口嘅。咁其實係主要係因為美國嗰啲宏觀數據唔係咁好咯，即係非農上個禮拜五公布個非農就業報告係不及預期噶嘛，係不及預期，所以講唔會降息咯。係即係你一旦降息嘅話，又有通貨膨脹嘛，再加上 SpaceX
佢個 IPO 對資金嘅供給作用係比較大嘅，所以講依家消息面上係偏利空多少少嘅，所以跟住落嚟本個禮拜其實都有啲重要嘅數據嘅，我哋可以留意下。係咩數據呢？10號周三星期三係有 CPI 嘅，11號又有個 PPI 嘅，CPI 係呢兩個數據都係比較同通貨膨脹比較關係嘅。如果係數據係唔好嘅話，嗰個降息嘅預期再推遲，或者係有加息嘅預期，咁對市場資金嘅流動性係反向嘅，係唔好嘅。所以如果係繼續出現呢種數據唔好嘅話，可能調整會加大少少，仲會加長少少。所以講呢部分呢段時間最好係即係多看少動咯，多睇少動咯，就係唔使急出手嘛。我之前講過啲理念啊嘛，係咪先？你出手越多，咁你嘅犯錯嘅概率越大嘛。所以講係咁嘅，係等呢啲數據出嚟先，或者你輕倉啲係咪先？都係好嘅。咁反向指標咧，其實我係今日係即係因為我睇到盤前日本同韓國個股市係跌嘅，所以我係掛咗單嘅，盤前都加倉噶嘛，加倉咗呢個反向槓桿嘅成交咗。咁美股提前我都買咗嘅 ETF 做空半導體嘅，所以係咁嘅。咁依家行情咧，其實今日我都係有盤中嘅時候，我都有啲猶豫嘅。點解呢？因為我睇到其實你睇到科技股盤前、美股盤前閃迪呢種美光其實佢都係升咗嘅，盤前係升咗嘅，亦即係有企穩嘅跡象啊嘛。係咪先？麥威爾科技升咗七個幾 percent 係咪先？其實都好嘅，但係呢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呢個韓股啊嘛，佢係跌嘅，係唔俾呢個美股嘅盤前消息刺激嘅。所以講呢個情況下，我係唔係需要加大反向槓桿對沖呢？我諗咗好耐最後呢我都係加咗倉反向槓桿嘅。點解呢？因為我之前講過嘅，我投資理念，巴菲特講過嘅，紀律性、執行力係最重要嘅。因為你冇辦法好90%以上嘅 percent 判斷市場會唔會繼續跌，咁你就執行你個理念咯，執行咯，即係你有倉位你就對沖咯，有幾多你就對沖幾多咯。相對來講會好啲嘅。所以講要遵守紀律咯，遵守紀律係。咁依家咧我個預案咧，美股部分咧即係做咗反向槓桿，咁企穩之後，可能因為美股可能會強啲嘛，睇盤前就知嘛，所以空頭嗰部分 ETF 我可能會減啲倉放咗部分，就等佢，因為我其實係儲存芯片唔係有太多嘅，儲存芯片主要係因為有嗰個半導體 ETF 啊嘛。咁個股嘅話，我就有光通訊噶嘛，光通訊會比儲存芯片會強啲，所以可能會放咗嗰個空頭嗰部分。咁其實依家係講期權策略最好以後即係少做啲咯，少做啲，用反向槓桿會好啲。簡單啲，唔咁複雜，又唔使盯盤，係咁嘅。我得出呢種經驗總結，所以分享俾大家咯。咁港股部分呢，熊仔反向槓桿，咁仲有如果企穩咗，我會可能會關注 PCB 板塊嘅。PCB 板塊係因為最近係逆向上升嘛，而且 PCB 板塊依家就係嗰個點嗰個需求比較多嘛，因為 AI 嘛，扶銅板咁，其實佢係升價嘅，佢係屬於順力嘅扶銅板嘛。
PCB 就係負動板嘛，即係屬於成油嘅，成油咁升價，佢就會嗰啲股票就會升得好明，因為一旦升價嘅話，佢個利潤會提高得反映喺財報上啊嘛，就好似儲存芯片咁，係咪先？儲存芯片點解之前會升得咁犀利？就因為升價嘛，升價，所以講升價要記住，大家記住，石油嘅做石油產業嘅，一旦升價嘅話，佢對嗰個股價會影響好明顯嘅，所以可以關注下。呢個就係港股嗰個PCB 嘅龍頭啊，呢個 PCB 嘅龍頭，可能我會關注。似呢一種形態嘅話，佢基本面係冇問題噶嘛。咁呢種形態咧，佢其實係點啊？我覺得點會覺得佢好啊？就因為佢係離20日線係比較近嘅，係咪先？你20日線比較近，即使你做錯咗，佢到呢個20線，佢都會撐下嘅。如果一旦破咗之後，其實你損失都唔係好大嘅，係咪先？損失都唔係好大，因為佢喺20線上落嘛，喺呢度震盪嘛，係咪先？你喺20線附近，你如果係關注嘅，咁佢上升嘅話，都有好大個空間嘛，係咪先？如果跌嘅話，你及時斬咗佢，其實蝕都係蝕少少噶嘛，係咪先？呢係一個預案咯，係到時睇過先，唔使急嘅，大把機會嘅，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啊，拜拜。